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a。最近有觀眾朋友聯絡 Mia 問有冇啲可以短期出租嘅單位。今日嚟到羅湖介紹3套短期單位，而且咧係配齊家私家電，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如果大家有短期嘅需求或者係想搬到上嚟深圳住，但係咧又唔確定適唔適應到深圳嘅環境啦，同埋個生活節奏嘅話咧，可以當作係一個短期嘅試點上嚟體驗下深圳嘅生活嘅。今期介紹俾大家嘅單位咧，全部都係近關口、近地鐵口，生活配套齊全。第一站我哋嚟到國貿站，咁一套單位咧，距離國貿站嘅 E 出口咧就只有450米嘅距離，行路過嚟咧大概係6分鐘，就可以坐翻1號線2個站就翻到羅湖關口，過關翻香港咧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周圍嘅生活配套咧，要乜有乜，地鐵口呢度咧就係金江華廣場啦，行街睇戲食飯一應俱全。裏邊咧仲有永輝超市，日常買餸煮飯咧都係好方便。周圍咧仲有兆欣匯金廣場、金江華廣場、京基100呢啲大型嘅購物中心咧都喺附近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即刻出發過去睇單位。嚟到7樓嘅位置啦，呢度嘅公區咧非常乾淨企理，樓道嘅燈光咧亦都係比較光猛。我哋入嚟睇單位，呢個單位係40平方大單間，配齊全新家電家私，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入門左手邊咧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上下廚櫃都有齊啦，煮食3件套。抽油煙機、電磁爐、星盤亦都係配齊，隔離仲有個雙層嘅雪櫃，亦都係全新嘅。咁我哋入嚟睇下洗手間，呢個洗手間嘅空間咧，亦都比較充足。最關鍵咧，佢可以做到乾濕分離。裏邊淋浴區嘅空間咧，企翻3個人都冇問題，好闊落。上邊有花灑淋浴頭，出嚟呢度咧有個儲水式嘅熱水器，下邊係坐廁位，隔離有個滾筒式嘅洗衣機。呢度鏡櫃、洗手池都係有齊㗎啦。咁我哋入嚟睇下內籠嘅情況。入到嚟呢度咧係一個開放式嘅空間，非常闊落，好少見大單間咧個格局係咁四正、咁舒服嘅。中間擺嘅係1.5米嘅大床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其實呢張床咧往呢個方向咧再移少少嘅話咧，我哋客廳嘅空間會更加闊落。對落有電視機。呢度咧有個3扇門嘅衣櫃，基本上咧收納翻1-2個人嘅衣物咧係完全夠用嘅。中間有茶幾，對落咧有張2人嘅梳化。其實調下位置，咁呢張梳化咧擺翻喺中間咧睇電視嘅觀感會更加好。咁我哋睇下呢個單位嘅景觀。呢個單位望出去嘅景觀咧，主要係睇翻羅湖嘅城市景觀為主嘅。左手邊可以見到地王大廈京基100，右手邊咧可以見到兆欣匯金廣場。咁呢3個廣場咧，離我哋呢度咧大概步行係10分鐘左右嘅。平時行街睇戲食飯咧非常之方便，行商場嘅選擇亦都係比較多嘅。咁講翻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啦，呢度咧係可以短租嘅，短租期咧係3個月起，月租金係4000蚊。咁我哋依家帶大家過去湖貝睇多2套短租嘅單位。依家嚟到第2站湖貝站，一陣帶大家睇嗰2套單位咧，距離呢個地鐵口咧係300米，行路過嚟4分鐘，坐翻2號線3個站就可以直達翻到蓮塘關口啦。其實佢係雙地鐵口物業，行路3分鐘咧都可以去翻9號線嘅文錦站，坐翻9號線2個站就可以翻到人民南站啦。再行5分鐘咧就可以去翻羅湖關口，翻2大關口都係非常方便嘅。而且咧呢度嘅生活配套亦都好齊全，樓下有3層商業，主要係以食鋪為主，對面咧就係向西村啦，所以咧食嘢咧喺呢個位置咧真係完全唔使愁嘅。而且咧我哋周邊咧亦都好多大型嘅商場啦，行路10零分鐘可以去翻金江華廣場、兆欣匯金廣場同埋東門嘅商圈嘅。行商場咧多到任你揀嘅，所以呢個位置咧同樣都係咁旺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即刻過去睇單位。嚟到14樓，帶大家睇呢套咧係62平方2房1衛嘅單位，配嘅係智能門鎖，用密碼開鎖。入門左手邊咧有1排玄關櫃，上櫃係儲物櫃，下櫃係鞋櫃嘅位置，空間做得非常充足。我哋入嚟睇下洗手間，呢個洗手間嘅空間咧亦都比較闊落嘅。2段式設計，有做到乾濕分離，裏邊淋浴區嘅空間企翻2個人喺度都冇問題。有置物架、花灑出嚟呢度，上邊咧有個儲水式嘅熱水器，下邊係坐廁，隔離係一個洗控一體機，
可以洗衫，亦都可以烘乾。側邊咧係鏡櫃同埋洗手池。OK，咁入嚟睇下內籠嘅情況。呢度有個全新未拆封嘅雪櫃，隔離咧就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空間啦。呢個空間咧夠晒闊落，企翻2-3個人喺度煮食都冇問題。上下廚櫃都做齊嘅，廚房嘅儲物空間咧亦都做得好充足。煮食3件套，抽油煙機、電磁爐、星盤亦都有齊㗎啦。而且抽油煙機嘅保養情況咧亦都唔錯嘅，冇油漬，好乾淨。咁其實呢個單位咧，佢整體嘅佈局咧同酒店式公寓咧非常之相似。中間咧有一張梳化，對落有電視機，電視機兩側咧仲有2個大衣櫃嘅。咁佢房間裏邊咧就冇擺到衣櫃啦。咁其實呢個衣櫃嘅容量咧都 OK 嘅，都打開睇下。裏邊咧仲有感應燈，呢個容量呢個 size 咧已經完全係夠用嘅。咁我哋再入嚟睇下睡房先。呢個睡房嘅空間咧，亦都比較充足，擺嘅1.5米嘅床褥，側邊咧仲有張書台。呢間房嘅採光同埋個通風效果都唔錯嘅。咁再嚟睇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空間咧就更加充足一啲啦，擺嘅係2米嘅大床，都可以做到兩邊落床。呢間房嘅採光咧就更加好啦。側邊呢度咧仲有個空位，可以擺翻梳妝台或者係書台喺度嘅。咁講翻呢個單位嘅租金情況啦。呢度亦都可以短租嘅，3個月起租，月租金咧係5800蚊。咁依家再上去22樓，帶大家睇多一套單位。嚟到22樓，呢一套係75平方2房1衛嘅單位。入門右手邊有個玄關櫃、上櫃儲物櫃，下櫃係鞋櫃嘅位置。我哋入嚟睇下，左手邊咧有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呢個空間咧夠晒闊落，上下廚櫃有齊嘅，煮食3件套，抽油煙機、電磁爐、星盤亦都係配齊㗎啦。下邊咧仲有個洗控一體機，可以洗衫，亦都可以烘乾。隔離咧有個3門嘅雪櫃，外觀咧都好新淨嘅。裏邊咧而家係通電嘅狀態啦，冇雜物，非常乾淨新淨，冇異味。再嚟睇翻客廳，客廳嘅採光咧非常之好。咁呢個開間咧大概係3米左右，觀感都唔錯。呢一側咧擺嘅係3人嘅梳化，中間茶几對落有電視機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單位嘅景觀啦。景觀咧主要係睇翻羅湖嘅城市景觀為主嘅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入嚟睇下內籠嘅情況。首先嚟睇下我哋客廁先。呢個客廁嘅空間咧都 OK 嘅，兩段式設計有做到乾濕分離，裏邊淋浴區咧企翻1個人沖涼轉身冇問題，置物架花灑有齊，出嚟係鏡櫃、洗手池同埋坐廁位。咁我哋依家再嚟睇下睡房嘅情況啦。入嚟睇下第一間房，咁呢間房咧採光都唔錯嘅喎，中間擺嘅係1.5米嘅床褥，可以做到兩面落床，對落呢度咧就有個衣櫃啦。儲物空間咧亦都 OK 嘅，全屋都有中央空調。OK，咁我哋依家再嚟睇翻主人房。主人房咧擺嘅係2米嘅大床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但係咧呢間房咧，佢而家咧就冇擺到衣櫃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一個衣櫃嘅收納位啦。但係咧佢擺咗啲置物架。咁如果大家唔需要呢啲置物架嘅話咧，都可以叫業主搬走，跟住咧擺翻個衣櫃喺度嘅。OK，咁講翻呢一個單位嘅月租情況啦。呢個單位咧同樣都可以短期出租啦，3個月起嘅。咁月租金咧係6500蚊1個月。3個單位已經睇齊啦，我哋依家落去樓下簡單總結翻今期租盤單位情況。依家嚟到樓下喜茶，坐低飲杯嘢，簡單同大家總結翻今期租盤單位嘅情況。今期3個租盤咧都係3個月起租，雖然係短租，但係住落同長租咧真係冇咩區別嘅。水電費按實際用量去計算，物業費咧係按月去繳付嘅，但係咧租期就靈活好多啦。如果大家住下想轉環境嘅話咧，都可以隨時安排到。另外咧，3個單位咧都非常就腳嘅，近關口、近地鐵口，住喺度翻香港翻工咧都係可行，而且周邊生活配套咧都比較齊全，買嘢、食嘢、買餸都係喺附近。呢度嘅生活配套咧真係非常完善嘅。
咁如果大家係想揾翻短期單位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以上3套啦。咁今期內容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係對以上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大家掃碼添加 Mia 聯絡方式，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，歡迎大家掃碼添加 Mia 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。如果大家覺得本期嘅分享唔錯嘅話，唔該幫手點 like 支持下，平時 follow 埋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下期再見。